这个感觉，然后一起上好不好？ 也是第一次办，第一次记有我觉得我很荣幸。很久没有看到高雄办这么大的活动，也谢谢你们，不管你们从哪里来，真的谢谢你们。接下来因为我卖周边商品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现在顺便宣传一下，要不然我的经纪人会骂我。我是署名，你们认识我吗？真的，我虽然我的造型有点不太一样，我长大了，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然后最近要办一个巡回的演出，叫森林系。我知道你们是少数，其他人都不太认识我，他们的名字叫拉铁粉。其他朋友没关系，可以上 Google 查署名 SUMING， 署名这个人很特别，可以去查查看。我以前的照片都不会比今天还要帅，今天最帅。高雄洗头发，这颗头220块，要加那个护发那个。
相对的，你们也要促进那个部落产业，请买我的 CD， 在那个小彩虹舞台的旁边，还有周边商品。虽然我不是很红，但是已经有周边商品，替你们都准备好了。他们戴的帽子就是，尖叫的要买哦，我马上就很安静了。好，谢谢你们来听我唱歌，然后我也会继续加油，然后我很希望自己用母语的创作会让很多朋友会喜欢原住民的文化。那我们虽然是原住民，但我们不是原始人，请不要用 Discovery 的眼光来看我。我们跟很时尚的，我们都拍了那个7亿的电影了。对，最近赛德克比较红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拍艾美族的。14组拍完，他可能要拍掉100亿吧。但尽量我觉得都有哈日族、哈韩族，可不可以有哈原住民族？好，最后一首歌《拉前行》。